重要一点，就是说它接了台八以后，台八跟我们的国一、国三啊有接哈，所以变成未来哈3条横向这个纵向的道路哈，彼此得到一个连结哈。那我们看台南的这个路网哈，北边就是台八市有到这个西滨，那这一条就变成国八哈，然后接到我们的这个郑文溪桥，也是到西滨哈，它是对于整个我们七股跟安南哈的这个观光的发展是非常重要。那这个桥因为它跨过郑文溪，再往南就是台江国家公园，所以它在环保生态上面做了很大的努力哈，包括它的肉墩，包括刚才我们局长报告的它的造型的设计哈，因为这里整个台南的这个海边，这里是包括候鸟哈、水鸟啊的构境，那另外就是我们黑面琵鹭的这个栖息地哈，所以我们在整个的设计上面也花了非常多力气哈，我们也可以想象。未来这座桥在整个郑文溪的这个出海口，所以它势必是一个安全景观的一个大桥哈。我觉得它除了在安南跟七股的这个整个的观光的发展以外，对台南市的发展也非常的重要哈。无这条路的情景下，算交通较无方便。咱若假使要对安平过，你来个对国姓桥走去安民路。哦，走你这个汽车大众路车，靠有法度去探过到安平，啊，所以这条若通了，直接过，通过咱土城，通过咱到咱安平，哦，这条要通过到咱安平，未来会咱地方带来繁荣，啊，佮带来大发展安尼，啊，完则有生意的，做生意有大家有钱赚安尼，哦，这是阮做地方基层的一种上要看的这个愿望安尼。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2005年到现在17年，所以地方也盼了很久，但是很多公共工程都是要一棒接一棒，一步接一步，赶快台61线赶快连下来，不仅是对地方一个重要的事情，也对台61线的整体路网的形成也很重要。因此呢，我们都很谢谢我们关系各位里长各位议员各位立委，大家都非常关心，千呼万唤始出来。那现在我们的新建经费现在到96亿，终于能够这个成功的开始要动工了。谢谢王部长能够最后拍板定案，也谢谢各位会当这个划时代对咱台南市的交通，对台61线的整个的贯通，台北的流通足重要的，会台61线。闸门溪桥会当这个动工，刷来过闸门溪了后，进入安南区，伊的路线大家嘛足关心，希望接下来一直继续做，一直到高雄安尼南高之间，以及南部地区的这个路线就会更完整。了是国家欢喜看1月1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推动希望家园持续透过在地社区组织甲志工团体来投入暴力预防的工作。市府社会局为了感谢这群志工的付出，特别表扬21个单位，呼吁更较侪社区共同投入守护民众安全。对1805年，台南市社会局就开始栽培在地社区甲组织来宣导预防暴力的观念，希望减少任何的暴力形态发生。为了感谢所有社区甲组织的付出，市长委托13号亲自颁发有领航社区、有初级预防社区等21个单位。另外，今年也有3个第一摆加入的防暴社区甲家防中心志工队，共同来守护社区民众安全。很谢谢各位防暴志工大家的努力。有当时上亲近的人，这个产生暴力的时阵，会互感觉讲怀疑讲，你毋是平常时，你是我的爸爸妈妈，是我的长辈，你毋是讲是甲我上好的，对我上照顾，怎啊较会安尼发生这个代志？所以有时候很亲密的人，所产生的暴力，
坦白讲，会让人家措手不及，而且难以置信。另外，在社区里面，因为可能因为工商社会，可能因为生活紧张，可能因为压力很大，可能因为工作不顺，点点的原因，都有可能让人这个产生这种这个预期之外的这种行为造成的这个影响。我们也希望说，借着这个机会，感谢各位防暴志工，以及防暴社区的宣导，以及防暴的里，大家的宣导，能够让大家有这样子一个警觉性。当发现周边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能够该通报的通报，该这个劝导的劝导，这个部分可以让我们社会更加和谐。受志工都来到各社区、各学校进行暴力宣导，自细汉培养观念，降低接受虐待风险，买卡定位导致个案对众关心。会感受到他们的自信心是有一点提升，对，然后自我的保护也提升，对，所以我是觉得，对于他们来讲，其实有真的实质上的受惠到，对，那还有我们是在校园宣导，那校园宣导呢，有些时候也有在防灾中心宣导，那针对小孩，那我们会宣导就是自我保护的一些观念。那我们常常会觉得那么小可能会听不进去，其实他们听得进去。伫政府结合警政、社政甲教育等跨局处的资源来推动防治暴力以外，也好有更较侪社区主动投入社区安全网的工作，加一份预防，就减一份伤害。今日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今年过年，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4分局结合社区举办座谈，邀请民代以及185个社区大楼主委等意见领袖来参加。会中除了推广治安通报的管道，同时嘛加强反毒、反诈骗等宣导。台南市警察局第4分局发现最近上侪的是毒品以及诈骗案件，不法人士会利用社区大楼来隐藏，并且利用保全来掩护，成为犯罪温床。而这几冬来，安平大楼社区愈来愈多，因此台南市警察局第4分局举办座谈会，会中将对这的犯罪形态，甲大家如何判断以及预防。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4分局根据辖内治安状况，在今天邀请辖内184处社区大楼主委、总干事齐聚一堂，针对社区警政再出发的核心工作，如何促进警民合作，强化为民服务，进而提升侦防能量，举办座谈会。我们希望藉由今天的座谈会，能够落实社区的掌握，让我们警局同仁能够落实查访工作。那进而主动关怀社区，深耕警民互信。会中除了宣导反毒、诈骗等犯罪手法，警方也借此机会推广脸书、赖群组等有线通报管道，加强警民连线。会后也听取各社区大楼的反应，以及进行意见交流，进一步提升社区家园的环境。我想社区里面遇到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们的出租户的管理部分。因为大家在住在这个社区，都希望有个好的安居的环境。那我们会全力以赴，跟社区的大楼做好联系的工作，将社区里面不法的分子或是不安定的因子，我们给它排除。警政署在今年推出社区警政再出发，第4分局局长王志雄表示，借着派出所的加强巡视，以及结合社区大楼管委会，相信在警民合作之下，会当有效保护家的安全，和安平成为上好的社区。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针对台南市议长选举风波，议会民进党团13号召开记者会，呼吁外界唔通有过度的政治联想，等待司法的判决，嘛幸福台南清气的政治环境。同时，针对1月10号党主席选举，嘛呼吁民进党爱团结，用手中的选票支持赖清德。
台南市会民进党团的成员指出，成为议会第一大党，面对议长选举风波不断，党内承受真大压力。不过，因有责任毛义务回应市民的期待，呼吁各界尊重司法检调的调查，早一天厘清，应予台南清气的政治环境，唔通过制造谣言。强调团结就是重新出发唯一的路。同时嘛，呼吁1月14号赖清德参选党主席的座谈，甲1月15号党主席选举，用手中的选票支持赖清德，重新赢回民众对民进党的信心。来呼吁大家一起静待司法的结果啦。那接着呢，要跟大家也希望来拜托宣传的。就是我们1月14号，也就是礼拜六的晚上7点，预计在东区的官邸厅我们要来召开这个与党员对话，赖清德党主席的一个座谈会。那也希望说，要给赖清德主席的意见，然后希望可以表达出来的支持者、好朋友们，我们可以一起到官邸厅来为赖清德加油。民进党用更高的标准要求我们自己党内同仁的时候，国民党应该要比照办理，因为国民党才是有最多其他明确违法事实的政党。如果国民党要在这个时候见缝插针或喜出望外的时候，我认为国民党应该要负起责任，做出更多的回应才对。我想台南正副议长这一场选举大家都是雾里看花。那因为现在都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我想也不应再多发言啦，就是都一切静待司法的厘清真相。那因为外界其实包括网军也有很多的恶意的抹黑跟这些恶意的攻击，我想这个未来也都是刚刚提到的党主席上任之后，新的党主席上任之后，我想这些歪风也都是应该要进行遏制的。那我想台南的民进党，我相信我们台南民进党的党员一定会多加的团结，那我们也都相信民进党可以越来越好。重整旗鼓，还给台南干净政治。台南新闻顾问及何乔邦采访报道。这届议员年龄无调的创专，到达服务处并无停困，而且每一档岁末邀请真侪善心团体所赞助的寒冬送暖同款持续，会中伊嘛感谢各界支持和爱延续。议员创专虽然选年龄无调，不过记者来到东区服务处，看到却是满满过年的气氛甲人气。因为前锋师德学会理事长等这位书法老师应民众的需求，才写出一包一包应景的春联，场面温馨喜气。而且服务处另外一边已经连续卖28档的寒冬送暖，嘛无因为议员无连续停止，甚至是连下立委陈廷辉、郭信良等这位议员，以及冰电空调、宣华工业等善心团体扩大捐赠行动。包括白米、精盐、加大米以及红包等等，要予东区630户中价收入。我们寒冬送暖在这边我们已经连续到第18年了。那这2年呢，我们还有一起跟郭信良前议长，还有立委陈廷飞，还有议员陈怡贞、周丽金、邱炳，我们一起这2年都一起的共同的举办，让力量更大。那赞助的朋友更多，让受惠的我们的需要的家庭得到更大的一个温暖。那一样今年我们还是一样来自很多朋友跟企业的一个帮忙跟赞助有米有罐头有礼盒。东区中价收入对去年553户到今年增加到630户，嘛互议员相当的感慨。只是伊无法度过刑事监督权，对此长期伫服务处的职工嘛拢无离开，强调有需要得来斗3工。会中议员陈怡贞嘛出面协助，替过去的同事加油。大环境的关系没有办法顺利连任，但是他还是一样把这个爱心的传播一直要延续下去。今年已经进入第18年了，那也跟我的姐姐陈廷飞委员一起来办理这个寒冬送暖以外呢，其实也持续呢，包括廷飞跟旺泉的联合服务处也是继续在地生根服务，也希望能够为东区的好朋友带来更多更优质的服务。那也祝福我们所有弱势的朋友呢，也借由大家的爱心，可以过个好年。那大家新年快乐，兔年行大运。他还是坚持，就是他每
一年都会办那个，就是像这个寒冬送暖，我们一样都会做这种工作，还有帮助一些弱势团体哈，还有我们还是继续服务，就是我们这边还是跟那个立委陈廷辉共同服务处，我们还是会继续在这边服务。议员无连任以后，支持者伫危险的同时，嘛鼓舞议员并立委看卖，对此创全目前也相当保留。爱心活动、公益活动、义务活动，我也会努力的去继续把它完成。这个城市需要更多人一起来参与，让我们这个城市充满更多的软实力。那未来的一个定位，目前还没有决定。台南新闻顾文吉、何秋芳、蔡宏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追求美丽是人类的天性，从古至今，化妆品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近年，预防医学观念兴起，非开刀医学美容渐成风气，带动相关产品市场大幅成长。例如，医美中心的成立，透过各式新兴技术与材料，让人们维持健康与青春美丽。此外，各种生医美容产品成长也是惊人，吸引许多生医材料与奈米科技等公司投入制造研发产品或原料，像小分子生态、胶原蛋白等，让生医美容产业成为国内最有前途的热门新兴行业之一。中华医师科大也看见医美这个庞大的潜在市场，特别增设生物医学及美容保健科，要培养新兴学子们进入未来可期的医美产业。人类都是爱美的，所以医美产业就如雨后春笋般的蓬勃发展。目前国内大概有4万多名的医师，其中1万多名就投入在医美产业，所以医美产业的发展远大于现在台湾人才培养的速度。那因此我们就成立了生物医学及美容保健科，来培养医美的专业人才。因为自己入学前比较喜欢化妆，然后也对这个科目有兴趣，之后也想要从事医美或者是美容师的工作，所以才会选择就读这个科系。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香香美美的，自从国中毕业之后，有看到中华医事科技大学有在教生物医学及美容保健科，那我对于医美类非常的有兴趣。那希望我之后在这个科里面能够学到更多的专业知识。我们医美科老师都具有博士学位或助理教授以上资格，为这方面科系的翘楚。为了帮助同学提升实务能力，我们也购买了许多先进的仪器设备，包括像音波拉提、多功能肤质检测仪、无针离子美容仪。为了同学这方面的技术提升，我们也建置了专业教室，像是化妆品调试教室、彩妆教室、造型教室、SPA 生活馆、医美技术教室、情境模拟医学中心，让同学具备强大的实务能力。透过我们华医的医美科系来讲的话，这种情境教学的模式，所以能够带给学生他们在学中做，做中学，更能够介入到我们实务的技能。为了让同学进入职场前具备专业能力，我们也和国内知名的医美集团或医美诊所合作，例如像艾尔利、益群、佐登尼斯集团等。同时，我们也在学期间培养同学专业证照，例如化妆品丙级、乙级、美容医学美容师、美容医学咨询师等，让同学在进入职场前具备高阶的竞争能力。就读我们医美科5专，前3年是免学费的哦，后面2年比照国立大学收费。实习期间，单位还会提供生活津贴，让您生活无虞。所以，5专医美选华医，许你直癌一生美丽。
一般外台戏曲演出拢是伫庙口临时大舞台，现场嘛无管制，其实对演员的功力是真大的挑战。所以传统艺术中心推动了演员培训的计划，伫第一届新歌典伫1月10号开始，将汇集全台优秀的戏曲团队，为伴民众好过年。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为去年积极推动外台戏剧演员工地强化计划，让新一代的演员有系统性的来学习前辈的身段、口碑等功夫。有这个计划，可以让我们跟更多的艺师，甚至乎更多不同领域的老师学习到更多不同的东西。因为每个老师有每个老师的养分，以及每个老师独特的地方。我觉得我们学习到的是各种不同的独特性，以及多样性。这摆新歌展演首度甲咸水外景港定节来合作，当中这届全台湾11团上优秀的戏曲团体，包括明华恒、秀琴歌剧团等等。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希望把最优质、最精彩的外台好戏带给我们所有的观众一起分享。那因此今年呢，特别结合月津港灯节和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合作，推出水月剧场。期待这一个水月剧场的加入，让整个月津港灯节除了视觉上的飨宴之后，还有听觉上的一个飨宴。也希望两个相互辉映之后，让今年月津港灯节更加的精彩。水月剧场将伫1月10号到来登场，并伫咧年后的2月8号开始连续演出5天，欢迎大家前往西灯节看好戏。台南新闻杨春怀采访报道。由立委陈廷辉前议长郭信良以及10位议员共同发起帮助给收入户好过年活动，在4号将东部地各议员服务处发放。今年总共募得45000多斤白米，加日常用品有5000多份，已经扩大到大台南11区来帮助给收入户。农历春节就要来到，为了让给收入户会用好过年，由立委陈廷辉、前议长郭信良以及10位议员，包括陈义珍、周丽珍、甲前议员蔡宏全，结合侪民间爱心团体、公司行号、加善心人士，共同募集了将近350万的物资，将伫个14号上午，公布伫个各议员的服务处来发送，希望帮助弱势低收入户会用好过年。其实每一年在这个岁末年中哈，在过年前、农历年前，包括登陆爱心会，包括以真，还有我们的郭信良前议长，还有廷飞还有包括我们的陈家照纪念文化基金会，我们都会一起结合哈，包括很多爱心的企业一起来办这个寒冬送暖活动，也希望说给所有的弱势朋友在寒冬前哈，在过年前一个温暖，让大家可以过个好年哦。因为每年过年看到一些弱势团体真的是为了吃为了穿去烦恼这么多，所以由我们的郭议长还有陈廷飞委员、陈怡贞议员，大家联合想说帮他们过好年，所以才会在过年前的前一个礼拜六，每年的过年前一个礼拜六来举办这个活动哈。2年的疫情过后，其实很多家庭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去关心，不是说现在已经那个疫情过了，然后就大家的生活经济就一定变好哈，其实是没有这样子的哈。虽然整个的社会的企业赚钱利多哈，我们还可以分到现金，但是呢，普罗大众可能更需要我们去关心哦。这场爱心飞扬捐赠的活动，今年总共募集45000多斤的白米、牛头牌的干拌面、豆油、盐、沙拉油加日常的用品，总共超过5400份。现场阁提供义诊、义诊甲免费的送春联活动，希望能够帮助大台南11区低收入户安心过好年，
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感谢收看1月13日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郭文杰，咱再会。